西迪的慕尼黑拍败美国底特律、加拿大蒙特娄、西班牙马德里，争取到1972年第20届热天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。比赛对8月2日开始，但是几天了后，选手村去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冲入去，11个以色列代表队的成员去用压掉咧。比赛停办，西迪的警方马上救人，但是最后因为发生重大缺失，11个人质全部死亡。1996年，英国的查尔斯王子和王妃戴安娜离婚，15年的婚姻结束。当初遐尼大的婚礼，全世界拢看会到，但是结婚了后感情无好，做袂投机的。查尔斯王子较爱伊的旧爱人，规尾嘛是离婚。2004年，台湾跆拳道女将陈诗欣，伫雅典奥运跆拳道女子49公斤的决赛当中，以6比4拍败古巴的选手，为台湾摕到奥运的第1面金牌。比赛一开始，陈诗欣就拢赢面，到关键的第3回合，但是迄面稳稳啊拍，卡定波，甲比赛拍完，以6比4拍败对手。